来看到同款嘛是和动物有关系，这个田互高山乌白吞大济烂，规组害了了。台东延平高山有够济，但做田人无伫咧，规家伙啊带带咧，正好到相报哩只乌白母。本来想要收成啊，结果煞互高山食落去巴肚底，做田人气甲丢骹断地。乡公所即马要招一个课，就是专门要来赶狗，负责固守规个乡的田，或者高山唔敢搁再来。农民压落去，甲果子袋仔捡起来，但是内底果子拢无去啊。台东延平县高山真创秋，照三顿落山食白费，农民真无奈。拢食掉去啊，这拢食掉，这拢死啊！啊，规涂骹济啊，拢死。死啊，一个暗时啊，食遮济哦。无伊这2时、暗时、中昼时拢食三顿拢来食。为着要对付高山民众毋若有赶狗的电子设备。放炮啊！也有可能直接提枪甲伊吓惊，无奈遐个狗拢无得惊，一发现无人，照常大闹果子园，民众实在是挡袂牢，乡公所只好来请专业的赶狗人，要互高山莫过来。那大部分都会用这个像鞭炮或是枪声把它驱走。那当然不是说以杀害为目的，它主要是把它驱走为主。赶狗人只招募1名延平乡乡民，月给23000亿，工课就是巡视全乡的果子园，定时赶狗。公所表示，虽然台湾狗已经无伫咧保育名单内，但也是袂当掠、袂当杀，只希望这招会当互狗袂阁创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